我細個嘅時候係一個好大脾氣嘅男仔，因為咁我身邊一個朋友都冇。爸爸，我好想有朋友啊！阿明啊，每次當你想發脾氣嘅時候，就去後院塊木板度掟一粒釘。我慢慢學，慢慢學，過咗2年，我終於控制到自己情緒，終於我有咗人生中第一個朋友。如果你可以堅持到一日都冇發脾氣嘅衝動，你就去後院塊木板度掹一粒釘出嚟啊！男仔照做啦，經過一段時間，終於將山欄上面所有嘅釘都掹咗。乖仔啊，你終於克服到你嘅弱點啦！但係你睇塊木板而家布滿咗窿仔，塊木板已經唔係原本咁樣啦。當你對人哋發脾氣之後，你嘅一言一行就好似呢啲窿咁，喺人哋嘅心入邊留低疤痕。無論你講幾多次對唔住，疤痕都唔會消失噶。我哋經常覺得任何事都可以用道歉彌補，然而有好多傷痕並唔單單係道歉就可以填補噶。